罕有極速短期轉售個案，大埔中心2個月升值12.4%。整體樓市持續回升，二手樓價屢創新高，尺價越升越有。市場接連錄得多宗短期轉售獲利個案成交，吸引唔少投資者趁低吸納，再趁高價售出單位，短線套利。新近大埔中心錄得一宗罕有嘅極速短期轉售獲利個案，投資者於2個月前先趁低吸納，購買蝕讓單位，上月底先完成交易，近日以極速將單位轉售。持貨短短2個月便帳面獲利55萬元，可以話係近年係最快速嘅短期轉售獲利成交。位處大埔安邦路嘅大埔中心係整個大埔市中心最具規模嘅大型屋苑，加上屋苑建有全新界東北最具規模嘅購物商場大埔超級城，整個商場佔地達60萬平方尺，分成5個區域。大埔中心亦成為購物最便利嘅大型屋苑。共建有22座住宅，提供4080伙2房同3房為主嘅細單位。最新成交為18座高層 F 室，實用面積為407平方尺嘅2房單位。單位源於今年6月初先以445萬元成交，較原業主2年前嘅購入價輕微，蝕讓2%。新買家為投資者，購入單位之後，旋即將單位放盤求售。上月底完成交易後，日前已成功將單位以500萬元轉售，極速帳面獲利55萬元，期間顯著升值12.4%，較2年前嘅成交價亦高出1成以上。